咁咧就而家咧就想製作一個新嘅時事節目咁啊由 AI 同我結合做一個節目啦咁啊首先就睇下今日嘅新聞啦今天是2026年2月14日，也是農曆正月初五，俗稱破五節。全球新聞焦點集中在美國對中東的軍事部署、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最新動向，以及南亞局勢的重大轉折。以下為你整理今日全球新聞重點：國際地緣政治與衝突，美伊局勢升溫。川普總統宣布向中東增派第二艘航母打擊群「福特號」，並公開表示伊朗政權更迭是最佳選擇。銀國大廈透露，美軍已在為可能持續數週的軍事行動做準備，以因應談判破裂的風險。伊朗嗰壇嘢咧就吹咗好耐啦咁啊啲軍艦都拍到過去嗰邊啦咁當然啦，特朗普有時又話交，有時又唔交，即係咁啊伊朗人嗰邊咧就已經死咗好多人㗎啦，即係有遊行示威咁樣咁啊等待美國嘅解放美國都準備好晒啦，即係準備將譬如伊朗以前嗰個國王咧就係帶翻去，咁呢件事成事嘅機率我覺得好高嘅，我覺得啦咁真係唔知啊咁你諗下佢嗰個馬杜羅捉到啦，呢個卡梅內伊又點樣咧？係嘛？咁都知㗎啦，係嘛？個結果大家都明啦始終點解點解要咁樣做咧？美國要即係間唔時咧，尤其是而家即係嗰個世界嗰個帝國嗰個角力你而家啲中國就抬咗頭㗎啦東升西降都真㗎啦因為而家即係北京嗰邊咧，中國嗰邊追得好近咁好啦，喂，而家伊朗都係啲中俄嗰啲盟友馬杜羅即係委內瑞拉本來都係嘅，咁但係而家強制要你親美啦，係咪？呢個第一啦。咁美國而家又係復興翻個殖民地主義喺度咯，格陵蘭啦、伊朗委內瑞拉呢啲都係咁嘅感覺嚟嘅。點解佢要咁做咧？佢一定要維係自己嗰個嘅軍事力量。show off， 即係你而家問題係即係美國立國250週年，感覺上好似喂你又欠債累累啦，你美國咁即係佢用好多錢去供養啲軍事科技啲武器咁樣，但係你又唔用喎，係嘛？你美國佬又唔用喎，咁其他國家就覺得你係咪真係強㗎？咁所以佢一年裏邊都要 show off 1至2次，就話俾大家聽咧，佢嘅軍事力量有幾咁強，咁你先會繼續用佢嘅美元係嘛？咁樣先可以話得啦，我仍然係美國 No.1， 你中國有排先追到，佢要展示呢個力量，所以呢件事就摩拳擦掌啦。咁唔知會幾耐，即係之後會搞到成。慕尼黑安全會議，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 Marco Rubio 在會議上發表談話，試圖安撫歐洲盟友。儘管川普政府推動國際機構改革，但魯比奧強調美國與歐洲的根基聯繫不變，口吻較去年副總統曼斯更為溫和。俄烏戰爭與談判，俄羅斯在前線加大無人機攻勢，試圖在川普政府斡旋和平談判前爭取更多談判籌碼。與此同時，聯合國譴責俄羅斯近期對烏克蘭基礎設施的大規模襲擊。剛果、金停火。剛果民主共和國政府接受了安哥拉提出的停火協議，準備與反政府武裝停止戰鬥。呢度咧就我比較關心俄烏戰爭嗰度有嗰壇嘢啦。咁就應該俄羅斯應承咗就唔打基輔嘅，但係都仲有打咯都未完咯。即係可能個規模咧就冇以前咁大，就吹緊和平。而呢個和平有可能係一個假象嚟嘅，即係俄烏戰爭嘅，即係就算佢即係川普話，幫你搞掂晒啦，你哋和平啦都可能係假象嚟嘅，即係可能都係和平1-2年叫做跟住唞夠，跟住兩個國家又再打咯
因為都結下呢個嘅深仇大恨，兩邊都死咗差唔多過百萬人、200萬人同埋即係其實點解要爭取烏克蘭呢個地方咧？就係稀土得稀土得天下咯，因為稀土就係你未來 AI 或者係軍事科技嘅原材料嚟嘅即係如果你想維係一個國家嘅一個帝國維係一個帝國，你點樣先可以長此維係一個帝國咧？就係稀土咯，係嘛？你有稀土，你先有得再話自己係帝國咯。而家所以點解要爭奪呢個烏克蘭？亞洲與區域新聞：孟加拉大選，孟加拉民族主義黨 BNP 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黨魁塔里克拉克曼 Tariq Rahman 預計出任總理。印度總理莫迪已致電祝賀，兩國正就外交與引渡前領導人哈西娜等事宜進行溝通。中國春節動態：習近平今日發表春節團拜會講話，向全國及全球華人拜年，迎接丙寅馬年。支付便利化。深圳數據顯示，2025年境外人士在深非現金交易大幅成長，其中外卡內綁和移動支付成為主流。財經、科技與體育、金融市場，現貨金價今日突破$5040，安士大關，創下新高，比特幣也重回$69,000關口。科技巨頭馬斯克的 SpaceX 與 XAI 傳出整並引發離職潮，同時 SpaceX 據報正推進 IPO 計劃，採用雙重股權結構。2026冬奧會在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上，挪威名將克萊博 Klæbo 奪得個人第3金。T20 板球世界盃，辛巴威以23跑優勢爆冷擊敗澳洲隊，寫下本屆賽事首場大冷門。溫馨提醒：今天是情人節，許多地區都有慶祝活動。如果你需要針對特定地區，如台灣、香港或特定領域，如 AI 科技的深度報導，請告訴我可以為你進一步查詢。嗱，佢呢度咧就我比較關心咧，就係個金價啦，有留意嘅都早嗰排唔知做咩，前兩日跌咗3%，跟住又升翻咁樣咯9唔搭8咁樣咁唔理啦都古古怪怪㗎啦，而家個金融市場今年嚟講咁所以就我採取嘅策略咧，金融裏邊咧就係stronghold 啦，總之因為佢發嚟發去㗎嘛。有啲嘢買落，譬如黃金就都可以揸嘅即係我而家就會控制緊個比例嘅多與少咁樣咯，又唔好揸太多，又唔好揸太少啦，因為佢你揸太多又係驚嘅，因為佢有時會發嚟發去銀就發得仲勁啦，所以再少啲啦要。咁但係現金你都知佢係長期貶值㗎咁所以即係 hold 一定嘅水平嘅黃金。但係又唔好太多咯。而家我就係拿捏緊呢個位，因為你會令到你自己唔舒服㗎。有時揸太多嘅話OK， 咁睇睇香港嗰邊啊。今天是2026年2月14日，適逢咁香港嗰邊咧就係黎智英嘅案嘅後續啦咁黎智英案咧重判咗20年啦。中國外交部咧今日咧就召見多個駐港領事，抗議咧西方國家咧咁對判決嘅批評，咁都得可以咁都有得講同時美方透露啦，川普咧總統咧計劃咧於4月訪華，黎智英案咧預計咧將成為談判嘅重點。咁黎智英咧就得一個人救到佢嘅啫，就係特朗普啦。特朗普4月會嚟，睇下可唔可以bargain到啲乜嘢啦如果嗰次都得bargain唔到啲乜嘢咧，就冇㗎啦。其實即係黎智英又係咁對接15規劃啦。咁特首李家超話主持會議，啟動咧香港咧對接國家15規劃嘅準備工作。政府計劃咧在今年內咧完成香港5年規劃嘅文件。
勾勒未來咧咁啊發展願景咧同埋呢個路線圖。我唔知咩叫15啊嚇，咁呢啲中國嗰啲嘢嚇。閉路電視計劃啊，咁而家有個咩閉路電視計劃喎？保安局咧提出咧出資咧40.6億啦港元啦，擴大呢個銳眼計劃。咁啊預計在6年內咧全港加裝約6.65萬支閉路電視鏡頭，以加強治安與反恐嘅。引發咧社會對預算案與私隱嘅討論，即係我哋以前咧都有嗰啲乜嘢咩，我唔記得咗啊！嗰啲燈塔咧，智慧燈塔咧，咁已經係嚟㗎啦。咁佢而家就未來好似大陸咁樣咯，即係通街都係 CCTV 咯。有冇私隱可言？不嬲都冇㗎啦，都唔理㗎啦。民生與社會安全，大埔雲福苑啦大火啦，針對咧近日咧發生嘅雲福苑嚴重火災啦。特首李家超咧咁啊，昨日咧咁啊探訪受影響嘅居民，目前受災住戶啦，暫安住於呢個啟德青年驛站啟德1331。警方咧咁啊表示啦，跨部門咧調查已接近完成，將在咧確保結構安全後咧，讓居民咧重返單位嘅。即係雲福呢單嘢咧，仲喺度善後緊啦。咁應該就會燒咗嗰幾棟咧，就會重建嘅。OK， 另外啦就情人節啦咁樣節慶消費趨勢啊，今日情人節啦，調查顯示咧超過50%男士咧首選就睇戲慶祝嘅，有戲睇咩且有20%情侶咧咁啊選擇咧咁啊北上旅行嘅，北上平啊嘛平跟住哇可以做皇帝啊嘛係嘛？受外遊同埋消費模式影響啊，咁啊本地嘅餐廳同埋送禮與用餐嘅預算普遍咧出現縮水現象嘅。OK， 年貨食安，隨着呢個農曆新年臨近食環署今日都宣布咧加強巡查全港售賣嘅盤菜所處，又係嗰啲盤菜。年年都話有菌嘅喎，提醒市民留意盤菜嘅存放溫度，需保持咧攝氏60度以上或4度以下，以預防呢個食物中毒。咁維園等14個年宵咧，咁啊正熱鬧進行中。大家可以行下年宵啦，又可以有情人節玩下啦，咁樣香港係好熱鬧嘅咁我哋呢度就係咁樣咯，好靜咁樣。一個人度過，跟住出邊好凍-2度有少少結冰嘅感覺所以好唔同嘅個氣氛好唔同。咁就未來都可能會用一個咁嘅形式咧，同大家即係講下啲新聞咁講住咁多，對手睇再見。